今次我哋係做自定嘅筆刷，開咗 Procreate 之後，新開一個畫布，設定3000乘3000 pixel， 300 dpi，OK， click 入去，開咗佢之後，去士巴拿設定嗰度，撳呢個 Edit Join Guide， 開咗佢，揀對稱選項 Symmetric， 開咗佢之後呢，就可以畫你想畫嘅圖形啦。呢度我畫一粒星星，好快就畫完一粒星星啦。跟住我哋就要輸出 Share， 用 JPEG 或者 PNG format， 好，儲低咗佢啦。然後我哋就開新嘅筆刷，揀第4個選項 Shape 形狀，然後 Import 一個 photo 啦，揾翻之前嗰張圖入咗嚟，就見咗星星噶啦。兩隻手指掂一掂個屏幕就轉咗反白。咁我哋就試下個筆刷啦，有唔同嘅設定啦 ，spacing 啦，會有幾疏密啦，畫出嚟嘅效果會唔同噶啦。然後其他有個唔同嘅選項啦 ，Streamline 啦，你測試嘅時候就會有唔同噶，有呢個壓力嘅，仲有呢個係佢支筆有幾黐實，你見喐嘅時候呢，佢會帶住嗰啲星星走咁樣嘅，好似咁你要自己揣摩下噶啦呢啲。好，再返嚟之後，記得刪返呢個 Symmetric 啦，設定嗰度出返去。打開筆刷，你就會見到你啱啱新畫嘅筆刷，呢度就會見粒星星啦。然後就可以正式喺畫布嗰度開一個新 layer， 然後畫下。咁一樣，因為呢個係筆觸嚟噶嘛，咁你就可以做唔同嘅設定啦、大細啦、力度啦，咁就會畫你想畫嘅圖形啦。咁就非常之方便咁去做一啲重複嘅pattern 出嚟啦，可以做到變咗個 stem 咁啊，好似係咁，我可以慢慢玩啦。